我哋都中意叫伴侶做 BB， 或者將佢哋當作嬰兒咁樣去睇。其實係一種表達親密同埋愛護嘅方式。呢種親昵嘅稱呼往往讓人聯想到純真、脆弱同埋需要呵護嘅一面，象徵住我哋希望喺愛情中提供關心同埋保護。當我哋稱呼伴侶為 BB 嘅時候，不僅僅係因為對方喺我哋眼中覺得可愛，更係一種心理上嘅親密連結。呢種稱呼會喚起我哋心中柔軟嘅情感，讓我哋更自然咁樣表達愛意，並強化彼此嘅關係。呢種方式喺戀愛中可以讓雙方感到安全同埋被愛，創造出一種甜蜜嘅互動。對你嚟講，呢種稱呼係咪都會讓感情中增添一絲輕鬆同埋愉快嘅氣氛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想法。